好啦，翻返嚟呢個睡前講故事嘅 podcast， 今日同你睡前講美國同烏克蘭嘅呢個礦物協議 Minerals Deal 究竟係咩事？美國攞到烏克蘭嘅礦物同埋稀土係咪代表佢贏通街？絕對唔係嘅，3個原因。點解佢未贏通街？第一個原因就係烏克蘭有咁多嘅稀土，12個trillion，其實有冇諗過有一半都係喺東烏俾俄羅斯佔領咗嘅？咁啊點啊大劑啦！第二個原因就係、你又話去烏克蘭攞成堆稀土翻嚟，美國就可以冇事啦，冇問題啦。但係其實有冇諗過中國生產緊全球97%嘅稀土，以後點算？完全唔知。第三個原因就係、你諗下，好多呢啲綠色能源，你話用稀土，其實呢啲稀土係好影響環境嘅，風力發電、光伏。用嘅稀土、用嘅稀金屬，全部都係會污染環境喺度提煉嗰陣時，所以咁多問題未解決，絕對係有好長嘅路要行。中意嘅話，留意我哋嘅 channel，中唔中意都好，而家要去瞓覺，早唞。